伫这内面有真侪摩西甲上帝中间的对话，伫遮摩西拢总甲上帝拒绝4遍，最后摩西对上帝手中接受这个使命，嘛，互摩西进入一个更较有意义的人生。所以，希望咱会当对摩西来学习，勇敢接受上帝伫咱生命中，互咱的各种的挑战甲呼召。会使去，咱要对这段圣经来思考3件事。第一，就是人的有限甲上帝的无限。伫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间，咱是靠4个因素来支持咱的生命。第一个因素就是咱要有健康的身体，伫肉体方面；第二就是伫心理方面，咱嘛要真健全，有真好的迄个心理状态。第三就是咱要不断吸收知识，互咱会当处理代志。第四，上要紧的，就是伫心灵方面，咱爱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。所以一个人是对这4方面来支持，来影响咱行人生的道路。会使去咱的教会，上重要就是咱要找属于心灵的快乐，来甲这位创造者有往来。因为无论叨一方面有偌好，有时人拢会真有限，真有限。咱看身体一个破病倒入眠床顶，你搁较聪明，搁较有能力，嘛拢无路用。伫心理方面，无论你有偌济财物，总是你的心理若无健全，有时拄着迄个突然来这个状况，咱无法度来应付。咱讲耐压性、抗压性无够，嘛会影响咱的行为。总是上要紧的，就是咱的心灵，若甲上帝隔断的时，咱的情况会搁较惨。所以虽然有好的身体，有聪明知识，若无有迄个属灵快乐的支持，无甲上帝往来好好，咱的人生就无喜乐、无平安。所以会使去的圣经要甲咱讲，上帝会当互咱一种真超然的快乐，是赢过咱本身所有的能力。就是对中面来快乐，来互咱这个有限的人，因为认捌这位无限的上帝，成做无限快乐的人，这就是咱的福气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我这个有限的人，会当接受无限的上帝邀请，将我的生命来连接伫这位上帝，来成就我无受伤的人生。咱看摩西，摩西一生活到120岁，会使分做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是伫王宫内面成长，伊是埃及的王子伫王宫内面，伊接受上正统这个宫廷教育。总是第2个40年，因为豺人，伊诚做逃犯，伊走到伫米甸旷野，伫遐过着逃亡的日子。伊伫遐顾因丈人的羊，迄是摩西人生上孤单、上失落的时刻，直到上帝对伊讲话。上帝伫遐叫伊名摩西，摩西。上帝选调摩西，是要用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将这个大使命来交代予伊。总是当上帝呼召，当上帝交代摩西这个使命的时，摩西伫遐真惊吓。伊大声问上帝讲：伊若问我，伊叫什么名？我要怎样甲因讲？意思就是讲，请你甲我讲你的名。伫出来记内面，摩西为着要更较认捌这位上帝，伊拢总有对上帝做3界的要求。3章14节，上帝甲摩西讲：我是自然而然的，意思就是讲我是自有永有，本来就有永远伫地的上帝。第3章15节，上帝甲伊讲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找我到恁遮的，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，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是我永远的名，这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所以上帝伫遮真清楚回答摩西的第一个问题：你叫什么名？第二个要求，摩西甲上帝讲：恁若要找我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去，你爱甲我伫地。12节，
上帝甲摩西讲我实在要甲你伫地，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，你要伫即个山来服侍我，这要做我找你去的证据。摩西感觉安尼也无够，伊阁甲上帝要求第三个问题，讲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，到底你是甚物款的上帝？上帝甲伊讲你袂会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若看我的面就袂活。总是我的荣光会当对遮经过，你爱美入石棚内面，你会当看见我的骹脚后，总是你袂得通看见我的面。上帝果然互摩西看见伊的荣光，经过时，上帝伫遐宣告：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伊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。所以咱看摩西认捌上帝的过程，是对头问讲：你叫什么名？到我看见上帝的荣光，是哪来哪认捌这位上帝？咱来看上帝拯救人类的历史嘛是安尼，有一个连续性。从个对创世纪，上帝选调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，对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，到一个家族。伫雅各时，12支派，12个囝就变对个人的上帝变做家族的上帝。过来到以色列民族。到扩大到以色列国，甚至到全世界。所以亚伯拉罕甲上帝的关系是对零开始，到尾上帝称亚伯拉罕讲：我的朋友亚伯拉罕。伊出来及记时嘛同款，摩西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对零开始，到第33章11节，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般样。所以，这种哪来哪捌上帝，甲上帝有哪好的关系，就是咱今仔日咱有限的人要得到无限快乐的第一步。上帝真愿意咱来亲近伊，所以望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是种较无心，会当伫咱的心内想讲，我要甲上帝哪来哪亲近，哪成长。咱来看，当上帝交代。互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，一开始是甲上帝拒绝，拢总拒绝4遍。第一遍第3章11节，摩西甲上帝讲我是甚物人，通去见法老，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？我是甚物人？伊甲上帝拒绝。第2届第4章第1节，伊甲上帝讲，因毋信我，嘛毋听我的话。这以色列百姓未相信我。第3届，伊甲上帝讲：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，我是喙齿钝的人。第4遍，伊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愿意找一罪就找伊去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要找啥拢无要紧，莫找我就好。4届拒绝，摩西拢是用自我做中心。所以，人若一直用自我做中心，就无法度来认捌上帝。人的性命、人的人生就真危险，甚至成做一种毁灭性的人生。神学家 Paul Tillich 保罗田里克伊伫一本册啊，叫做《软弱甲勇壮》The Weak and the Strong。这本册内面伊讲每一个人伫咱心灵上深的所在，拢有一种的惊吓。这种惊吓会当成做毁灭性惊吓，总是嘛会当成做结出果子的惊吓。毁灭性惊吓是甚物？就是讲人只有看到家己的无能、不配，还是讲我软弱。当你的人生互这个惊吓甲你限制条、甲你绑起来时，惊东惊西，拄着代志，咱拢是对负面、对消极方面来看。啊，这无可能啦！我无法度，唔通啦，我唔敢。总是当你对我是甚物人认捌家己，到你是甚物人认捌上帝，咱对代志的看法就无相像。我虽然软弱，我虽然不配无能，总是上帝，你是甚物人？上帝，你是我的招伴，
是我的倚靠，是我快乐的来源，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。所以，人若对我是什么人认捌家己，进入到你是什么人认捌上帝时，当人的性命连结伫这位创造者上帝时，伫遐所产生的，就是对迄个毁灭性的惊吓进入到结出果子的人生。亲像使徒保罗所讲，靠着加添我快乐的，我凡事拢会。第二项，咱要接受上帝邀请，勇敢甲上帝做伙来冒险。兄弟姊妹，信仰开始的时，常常是一种冒险。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赫兰，到入迦南地，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迄是一种真大的冒险。伊要放弃伊所有的这资源、亲人、朋友，咱讲人脉，拢要放掉。过来对财产、伊的土地、这牛羊、这精神，嘛拢要放掉。到伫迦南地两三千公里，迄中间毋知拄到什么危险无？有真济遐个未知数。咱伫台湾嘛共款，你要招人来信耶稣，对遐个信仰民间宗教一世人甚至几啊十年遐个人来讲，要叫因真做基督徒，对因来讲嘛是一种冒险。因为想讲即个耶稣，迄是外国人的神，讲要听我，讲要赦免我的罪，讲要引带我的一生，毋知有影无？我若直接拜迄个神明，我看会到，摸会到，总是即个耶稣看袂到，摸袂到。总是当你勇敢行出来时，就是讲有影，我相信，所以我要接受上帝予我的冒险，上帝就要照约束，授恩予你。咱拢有看过真济见证，未信者因为信仰来到了教会，伊人生真侪无相像。所以信仰是一种冒险。总是这个冒险毋是无根据的，是上帝伫遐甲你讲来，我要予你对顶面来的快乐超过你本身的快乐，你要勇敢行出来。亚伯拉罕最后伊敢勇敢行出来，上帝照约束，予伊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山，或者世界各国拢是对伊来出。摩西嘛同款，伊最后接受上帝予伊邀请，伊起来。领受上帝予伊的呼召，上帝予伊什么记号？同在记号。而第三点，咱爱成做上帝手中的拐。兄弟姊妹，咱拢亲像一支真平凡的拐，总是当咱的拐放伫上帝手中的时，成做上帝手中的拐时，上帝要为咱来成就大事。摩西的拐。检查伊是对迄个树枝内面茎子较长的、较粗的，甲伊卸下来，当做伊的拐。过用的时，然后野兽来会当甲因赶走，是一支真普通、真平凡的拐。伫四章第2节，上帝问摩西讲：“伫你手里是甚物？”摩西应讲是拐。这个原本属摩西的拐，上帝要使用伊。来显出上帝的能力，要互这个拐成做上帝同在的记号。咱来看几个所在，上帝叫摩西到入法老面前，伫遐行神业。咱看这个拐拍落去，水变做火，水加灭杀、雨神、瘟疫、逐项的灾难，或者埃及人因无法度生活。这个拐成做审判的拐，这个拐佫比落去，拢好啊。这个拐成做医治的拐，伫法老的面前。到伫14章16节，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行到红海时，后面法老的兵入来啊！上帝甲摩西讲：“剩你手中的拐指引红海。”结果海分开，成做一条大路，互以色列百姓行过。这个拐成做拯救的拐。到伫17章第6节，到神的旷野无水通啉的时。摩西举这支拐，上帝甲伊讲拍石盘，结果拍位石盘水流出来。这支拐成做强硬的拐。17章第9节，当以色列人甲亚玛力人伫遐相杀时，摩西伫山顶
当摩西手举悬举这个拐向上帝祈祷时，以色列百姓军队就太赢。所以这个拐称做胜利的拐。到民数记17章，当以色列百姓这个其他的支派，因感觉讲无公平，是安怎只有摩西甲阿兰会当称，甲阿伦会当称做领袖，北支派嘛会杀你啊！上帝甲摩西讲叫逐支派拢举一支拐出来，放伫会幕内面约柜的头前，看搭一支拐先伫遐发芽开花，结果只有阿伦的拐伫遐布芽生迄个花黄开花。所以这个拐伫遐称做分别出来的拐。所以一支原本伫摩西手中真平凡的拐，总是当上帝使用伊的时，这支拐成就大事。这支拐称做审判、医治、拯救、供应、胜利，甲分别出来的拐。伫4章20节，摩西带伊的某甲2个囝，互因骑驴，当伊到伫埃及地。摩西手里举上帝拐，这拐称做上帝拐。所以你若比较4章第2节，上帝问摩西讲：“你的手举的是甚物？”伊讲是拐。本来伫摩西手中一支真平凡的拐，总是到伫20节，称做上帝拐。兄弟姊妹，这件毋是咱所期待嘛？将咱的性命放伫上帝手中，称做上帝拐。当咱称做上帝拐时，上帝的能力会当流到伫咱的身上。秘诀伫倒位？就是大先你要献上家己来互上帝所使用。上帝的能力无法度流到遐，将家己白条条拒绝上帝，毋肯交互上帝，毋肯降服落来。不管是甲上帝保持一个距离，迄种人，今仔日。咱是毋是愿意欢喜称做上帝手中的拐？你若愿意，这个拐就要称做有能力。咱所需要就是这种的转变。所以你要怎样来过你一世人的日子？咱要好好来想这个问题。你会当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我要伫你的手中称做有能力的拐，伫这个世界称做上帝的能力的一个流露管。将这个拐交出来，降服伫上帝面前。有真侪人连第一步的降服拢毋肯。你要怎样得到上帝祝福？第一，你要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洗礼，互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互圣神进入到你的内面。第二步，你要将你的性命献予主，甲主讲主啊，我要成做你手中的拐，求你来使用我。有一个牧师叫做芥子文，计算的计，迄个姓真怪。芥子文牧师是上帝所动用的工人。伊原本是一个孤儿，后来有人甲伊传福音，伊接受主了，伊献身予上帝，60年久服侍上帝，活到85岁。伊一世人互上帝所使用，一个孤儿真平凡的一个拐。总是当伊接受主奉献予上帝使用的时，伊的性命真做无相像。早期伊中国大陆，因拢总5个人组一个伯特利布道团，用3年的时间踅中国大陆踅一遍。因要出来进前，5个人跪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祈祷讲，阮若无行透整个中国，阮就无要转来。凭信心出去传福音，3年中间拢总行过8万公里，引带10万的人洗礼。中国沦陷了，因来到了香港，继续开拓教会，伫遐照戏园来报道，设学校办孤儿院，后来佫到了印尼去遐设立新学院。手中只有1/3的钱，总是凭信心。甲新学院起来，有人问伊讲：“牧师啊，钱伫倒位？”伊讲：“钱伫基督中。”伊学生黄彼得牧师捌做见证，伊讲有一早起，建商敲电来要来
收钱，第二期的工程款。季牧师甲伊讲，你甲讲我即摆上课，叫伊下晡再来。啊，这两个牧师伊知影无钱啊，即摆都无钱，啊，你叫伊下晡来是要啥？总是季牧师有迄种信心。伊讲伫迄中昼的时，邮差送批来，内底有一张批，有一张支票，遐个钱拄拄是有够夜庙建筑商的钱。黄彼得牧师伊讲到遮，目屎流出来。伊讲咱的上帝就是即款的上帝，上帝就是安尼使用一个平凡的人来成就大事。所以我伫遮，我鼓励咱每一个人，咱来想一个问题：我要怎样过我的一生？是要糊糊涂涂来过，还是要将我的性命放伫上帝手中来互伊使用？兄弟姊妹，有真侪人拢捌经验过，将这个平凡的拐放伫上帝的手，当做上帝的拐，因的人生当做无受伤。上帝甲摩西讲：“去，带我的百姓来服侍我。”去对法老宣布，法老伫圣经内面是代表魔鬼困别人、压迫人，互人生活伫迄个黑暗的中间。上帝甲伊讲：“你去对魔鬼宣布，互我的百姓自由来服侍我。”今仔日，咱就是要做即款的代志，咱要对魔鬼宣布，讲你爱将即个人放开，互上帝来听伊。上帝嘛，互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有即种权柄。伫即个世界，咱若毋是上帝，若毋是属于上帝，就是属于魔鬼，无迄个灰色，咱讲中间地带。所以你毋通伫遐丢除，想讲我目前我日子嘛过甲真好。当上帝听任教义的时，你就要降服伫上帝面前。上帝选调咱，是要使用咱。上帝是一个互无可能成做可能的上帝。伫旧约圣经内面有真侪即款的证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要要求上帝，互你人生有一个转机无？摩西伫遮，伊会晓掠掉即个转机。若无，摩西伊尾啊迄个80年，伊就伫旷野孤单失志，过着过样的日子。因为伫摩西内面有真侪迄个伤痕伫个心内。上帝伫遐甲伊讲去，抓即个拐去，即个拐就成做上帝同在记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上帝选调咱，上帝是要使用咱，伊要将伊的圣神甲智慧来充满伫你。今仔日你为主做工，是上帝咧扶持你，伫使用你，所以毋免惊。伫教会服侍，有人啊选着啥职务，毋敢来担。上帝要成做你的倚靠，上帝要互你伫伊手中，对迄个平凡的拐，成做上帝的拐，伫你有限的人生，互伊成做无限的人生。咱恳求上帝感动咱每一个人，愿意将咱的性命献给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多谢你，你捌伫历史中感动亚伯拉罕，感动摩西，互因伫历史中来成就大事。今仔日，你嘛安尼来选调阮。主啊，当你对阮讲话时，求你互阮无看见阮家己的不配，阮的软弱，阮无去体示，互阮会当勇敢起来接受你的呼召，将阮本身放伫你的手中，成做你的拐，互阮有限的人生来完成你所交托阮的大事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